三甲来看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可福音书第6章30节到44节。马可福音书第6章30节到44节。台语汉语本伫新约部分第46面，其他版本请看原模。第6章第30节，现着我来读。使徒组织就近耶稣，将因所行所教示的，拢甲伊讲。耶稣甲因讲：恁家己甲我来去旷野的所在，休困点仔久，因为往来的人多，连车也袂顾得。因就上船，去旷野的所在家己住。众人看见因去，有济人知，就对逐个城步行3角走，大声引教。耶稣出去看见规大阵的人，就怜悯伊，因为因亲像羊无牧者，才用济项教示因。入马路，伊的学生就近伊讲：这就是旷野，入马路啦，请四散众人，互因去周围的乡舍，家己买米通食。伊应讲：恁互因食。因甲伊讲：总无阮用200个银仔去买饼来互因食嘛。伊甲因讲：伊有饼偌济，去看卖。已经知，就讲5个饼2尾鱼。伊就吩咐因，互众人排规列坐伫青翠的草埔。第40节，因就分队来坐，有的100，有的50。耶稣摕迄5个饼2尾鱼，向天来祝谢，擘饼互学生，来摆伫众人的面前，也用2尾鱼分互众人，因拢食到饱。捡遐个饼碎甲鱼屑满12筐，食饼的人查甫的有5000。以上。咱即是要请刘世春牧师来讲道。刘牧师是台东经生长老教会主任牧师。伊今仔日所要分享的题目是5加2等于搁较大5000。各位兄弟大家平安，请你甲你隔壁人讲，真欢喜看到你。欢喜的心，倒来到伫咱的中间。会记得差不多25年前，有机会，迄当阵我是读台南新人院，毋过起来东吴进修。伫东吴进修的时阵，伫咱教会做新学生，迄当阵敢若5楼尔，4楼啊5楼，袂记一个5楼吼。我住伫5楼的边仔间。会记得我转去新人院了后，咱的同工甲我讲。刘老师，你足好运的，你走了有紧，你嘛搁住咧遐吼。咱伫塔楼顶的时阵吼，迄水泥浆吼，怎啊对5楼遐走出来？伊讲好，无甲你做控股力啊。欢喜的心倒来伫咱的中间，检测有真侪改变，有真侪人转到伫上帝遐，毋过有一项无变，感受到是咱有缘，互咱的教会诚做济青年人意爱含遮踮的所在。会记得我伫遮的时阵，有真侪的学生总伫遮，差不多暗头仔到，因学校休困，咱教会提供因来遮读册。遮的事一直诚做，我去甲别位甲讲，我去嘉南教会有真好的学习。愿恩典的主祝福咱，特别咱已经进入50周年，特别咱伫今年的中间，咱还阁咧超找咱的主任牧师，愿恩典的主祝福。互咱的手所做的工，互咱所计划一切总会当顺遂，也感谢上帝。咱的小会，咱的牧师接纳敬诚教会，互我会当做代表，倒来伫遮。其实倒来遮，请安另外一回事，较欢喜是会当搁倒来遮看到期待看到的人。昨伫楼骹一摆看到文生长老，我讲哎哟，伊讲过你哦，世春，我讲哟，有影，真久无看，再去问个。 有影，诚久无看，再去问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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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兄来嘛讲，哎呦，细春真看到你有影，看到真济熟悉的同工，嘛听到真济的同工已经转到上帝遐。愿稳定的主祝福咱大家。伫什么时，咱总领受上帝稳定，请咱同心做伙来祈祷。即声阿爸天父，感谢你，互今日会当转来到伫遮分享上帝的话，毋但带来分享，同时也带来教会的需要甲欠缺。主，愿坚定的意向伫遮要做伙来分享，愿你赐落你的稳定，互每一个真做帮赞，真做气力，互阮活出上帝你的听，分享你的听，点伫逐角落，祈祷恳求感恩，靠主的名。阿们。伫圣经咱头所读的经文是咱非常熟，相信嘛伫教会大汉的囡仔，一听到讲啊，煞毋知，搁要讲五块饼两尾鱼的故事，对，搁是五块饼两尾鱼。但是五块饼两尾鱼，咱遐识到底伫圣经的中间，伊搁要互咱什么款的学习？伫圣经的中间，到底五块饼两尾鱼，伊所要甲咱讲的是啥物？圣经讲遐学生转来，因要报告。耶稣要听因的报告，到底耶稣要听因报告什么？咱读圣经啊，咱毋知要想到啊。耶稣要听报告，到底耶稣要听因报告什么？你看因教导什么？咱出去口面，咱会当讲教导，到底你要讲讲什么？啊，恁做什么？结果耶稣转来要听因讲了，讲好来，咱来去抗议。旷野是耶稣互学生学习的所在，旷野是耶稣去亲近上帝的所在，旷野是耶稣每一届因领受上帝祝福的所在。结果圣经是安尼写，讲因还袂甲旷野落船尔，前行后队人甲因包围，耶稣改变心意，耶稣改变心意，开始安那甲因教导。到底伫即个头前，因转来报告啥？耶稣是安那要带因去旷野？大概有两项代志。第一项代志就是这群人因去传讲上帝的话，因去讲上帝国的好消息。毋过因出去，我头拄啊第二场要开始进前，我看一阵同工请咱教会的百姓，然后举一支啊，我想讲因要倒，因讲因要出去做工，要出去传福音，咱各单也伫做。迄当时耶稣的学生嘛是咧传讲福音，请问有去过的人，你有啥物款的感觉？是毋是大家去你福音传单分互伊，伊总接受？无啦吼，无100%啦，无100面的啦。大概去有的人啊，看咧，哦，回去，你有真欢喜的。我说哎哟，恁工人教会啊，请问伫倒位？哦，伫倒位，哦，真好。安尼吼，我后礼拜会当去无？互你嘛听到这个消息，你安那？好欢喜甲袂过就转来，你讲哦，我今仔日趁着啊！你趁着啥？趁着人要来看耶稣，要来甲耶稣见面。但是咱有当时啊嘛安尼呢，真欢喜，传单分了，活一个心肠，哇，袂得涂骹，人等甲满满时，咱一张一张票开7的，哎呦，毋感觉，这嘛钱买的呢。咱啊分互有缘的人。我相信耶稣的学生甲咱同款，伫迄当时嘛安尼，会用拒绝无？会无？会。毋过这是第一项代志哦。所以耶稣要甲因激励，耶稣要甲因勉励，讲恁共讲话的时阵，该安怎讲？毋通去见咧看到甲人破落，毋是爱讲人听有的话，爱讲祝福的话。毋过第二项代志是搁较大，惊死的约翰，伊的头壳啊呐，伫即个进前去互扑起来，放伫盘顶哦。惊死的约翰伫做啥物代志？宣讲上帝国的好消息。甲学生有共款无？学生敢是干那互拒绝尔？学生是互拒绝尔，啊，约翰呢？开头哦，安尼传福音的死人啊袂，传福音的死人。所以面对着安尼要安怎？所以耶稣期待会当甲学生重新的激励，互因知影，踮伫上帝国内底，咱有困难，咱有挑战，毋过面对挑战、面对困难的时候，咱应该安怎？这是耶稣的心意。所以期待甲学生开起口面。前个所在，重新搁一届安那，甲因激励一下，互因往头前勇敢来跑走。毋过，圣经描写讲，真侪人搁看咧，一直甲钱，一直甲钱，钱去倒去，钱去旷野。
耶稣看到因开始教导，伫教导过程一项物件，甲今仔共款一定无去的。到当咱已经坐35分钟啊，迄感嘛共款，一时仔囝学生来甲我讲，老师，耶稣啊，时间暗暗呢，互众人总散去，通好买物件食，因为时间已经暗啊，咱无米通互食，互因去四散去其他的所在。乡下遐去买物件来食，耶稣甲讲啥？恁互因食。耶稣讲：恁互因食，袂得啦。恁互因食。内面一个耶稣的学生歹算盘，夹着伊讲啦，啊无你要用200个牛仔。嘛，你咧讲，卖啦。吼，咱大概徛咧遐是安尼，但是耶稣的学生你看，内面有干歹算盘，伊马上夹一个200个牛仔。遮济人200个牛仔互食来食饱，迄个人啥物名？伫遮咱头总毋知。毋过感谢主，五块饼2尾鱼的故事，拄啊马太也有，路加也有，马可咱头也有，约翰也有。约翰甲咱讲迄个人的名叫做腓力。腓力是安那？伊算来讲哦，200个，你敢知200个牛仔偌济？迄当阵一个查甫丁，满16岁以上的囡仔的人。一工做食一工拄啊1箍，啊嘛200个牛仔拄啊200工，意思讲200工总卖食，总卖用，总欠落来，才会当互遐个人勉强食较饱。200工拄啊好过半月，无拄啊半年啦，毋是过半月，拄啊半年。刘顺兄弟姊妹，耶稣讲：恁去找看卖啦，开始就找。恁遐有饼无？恁遐有物件无？恁遐有物件无？刘毅。嘛，你坐伫遐，你要安怎？台湾人同标准的，较礼礼，唔敢看，因为看到你讲，看到你个歹势啊。结果感谢主，当遐教导有一个囡仔伊听到啦，耶稣伫遐讲的时候，其实大人咪无听到，大人歹势。迄个囡仔讲：我遮有，伊有啥？伊讲5块饼2尾鱼，有够济无？海头表示无吼，毋过耶稣用呢。迄个5块饼2尾鱼，耶稣摕来呢。然后耶稣讲：好，互所有人50个一排，100个一排，互因啊啦，坐咧，坐伫倒位啊？坐好，啊开始啊啦，将迄个5块饼2尾鱼五天足下开始掰。当伊掰开交学生，学生分落去的时阵，圣经安尼讲啊，讲互众人食较饱，200个囡仔甲有才调，互因勉强食较饱，互因食哦。但是即马是5块饼2尾鱼食较饱，阁有剩12天。请问，偌济人食饱？5000。后来头道牧师所讲的数字，你有听到偌济数字？敢若数字5号，你有听到啥？5000，啊来550啦，啊阁有100，阁有200，啊阁来，阁有5，阁有7。阁有2，啊，敢有5001。啊，若安尼，牧师今仔日题目5+2等于5000，啊，免啊大过5000，较大过5000。同尾迄10、44集，咱甲看圣经，伊安怎写？伊讲迄工真歹势。咱遮有16岁以下囡仔无？头前遮一个穿蓝色，迄工伊阁无算。啊，一个伊边仔，迄2个嘛无算，因为伊是妇女，敢若算查甫的。查甫算16岁以上，然后妇女总无算，所以今仔日礼拜查某囡仔歹势，恁总无算着。安尼5000，安尼请问迄工偌济人？嘛照圣经讲，迄个换算起码嘛用咱教会安尼济查甫查某的比率，大概迄工超过1。所以5+2偌济？7啊，敢毋是？毋是你等你毛孙啊3岁就好，你甲问讲有遮个偌济？伊嘛甲你讲7，你讲错。啊！我看你个惨嘛，伊个哭互你听。哦，讲阿公阿嬷说错了，爸爸妈妈乱来，一定是7的。但是迄个7伫上帝面头前是超过5000。你敢知5000是偌济？5000拄啊7的714倍。7是圆满的意思，14是2个7，714倍就是极其圆满的意思。刘顺兄弟姊妹，这是5块饼2尾鱼的故事，到底
这么简单的故事，为要互咱学习啥？有3项物件是牧师今仔特别要跟咱做一分享。第一项就是咱看见一个动机。我毋知你有注意到无？请问你来教会，你的动机是啥物？因为我要捌耶稣，因为我期待会当掠着耶稣，因为我期待会当耶稣邀请进入我的内底。这个人你有注意到无？因是安那？因的动机是啥物？因可能因的耳孔捌听过，因的目睭捌看过，因捌听到啥？捌听到耶稣，互青眉看见，互摆开行路，互手变碎的国起来，甚至死人国活。因可能嘛捌带人到耶稣的面头前，互耶稣亲自来医治遮的人。所以当因听到耶稣来啊，耶稣来啊呢，耶稣来啊，大家啊前行后退，一直开始对。期待会当看耶稣的面，期待会当听耶稣的教导。为什么？敢讲因无教师？敢讲因无人甲教？有，但是啊呐，人是讲这个人的教导赢过遐个教师，这个人的教导赢过遐个律比。所以，当因听见一个人的教导赢过遐一切的时阵，因期待因的心较无离近耶稣。因期待会当领受到阿摩斯先知书阿摩斯第8章的所在，安尼讲人嘴焦毋是因为无水通啉，人枵餓毋是因为无饼通食，是因为安那心内无上帝的话。所以因较无上帝的话，因对耶稣会当听到上帝的话，因的心灵会当伫遐得到帮助。所以因期待看见这个动机。互耶稣那起一个动机，耶稣讲啊呐，340个所在，咱看一看。耶稣看见因亲像啥物货，无牧者的羊，窜来窜去。耶稣个怜悯，耶稣还未食饭哦，耶稣个怜悯，开始伫遐甲教导。耶稣伫迄个中间看见人的需要，所以各位所听的姊妹。你的动机，你的脚步会当改变耶稣的心意。咱的脚步会当改变上帝的心意。原本耶稣是你往旷野，干那你带伊学生开一个退休会尔。但是因为众人，我毋知你敢看会出来。有当时咱嘛看出来，你心内有代志吼？请问你安怎看出来？伊的面敢有写我心内有代志？大概无，毋过咱会当敏感到有人伊的心内有代志，是你看得出。耶稣看见众人脚步改变，这个是一个动机。人敲找耶稣的动机，期待会当领受祝福、领受话。耶稣伊的动机是看见人敲找，耶稣就改变伊的心意。所以咱嘛较无耶稣伊的回转，看见你的需要。第二，伫遮。咱会当学习的是啥物？咱看见这是一个听的行动。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有人无？遐有人无？有啊，起码5000个查甫人。但是当开始伫遐问有米无？你有米无？你有米无？众人点点。独一个囡仔，伊回应上帝的话，因为耶稣伫遐讲。耶稣伫遐教导，伊听到了，我应该爱分享我的听，我应该爱安怎？所以当学生伫遐问讲，你遮敢有米通食？因为众人无米通食。你遮敢有米通食？众人无米通食。伊讲我有，迄个人带迄个囡仔来，啥物人？迄个人叫做安德烈，约翰福音书所在有写。迄个囡仔啥物名？无写，无人讲。牧师等甲你讲，迄个囡仔叫啥物？伊竟然伫迄个中间，我有开始本落去时，遐尼侪人食较饱。你毋知有注意到一个所代志无？因要去倒位，耶稣本来要去倒位，旷野，对无？啊，耶稣互众人坐咧倒位，互因50个一排，一百个坐咧倒位，青翠的草坡，有说弟姊妹。头拄仔咱读的启应文4篇23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。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我到伫安静的水边。
原本竟然无米通食，但是当有耶稣的时阵，耶稣的陪伴；当有上帝的时阵，上帝的陪伴。所以这个囡仔伊确实特别，迄个叫做安德烈的，伊知这个五块饼两尾鱼嘛来到伫耶稣的手，代志改变，因为伊已经对伊的老师对遐侪年啊，伊敢毋知，所以伊确信。这个虽望是有限，毋过来到伫上帝面头前会真做无限，有代志要发生啊！各位所听姊妹，来到伫上帝面头前有代志要发生，什么代志？互你性命更新的代志。我毋知伫咱的中间，可能特别咱迦南教会有真侪是第一代的信徒，啥事你受招好来到伫遮，因为你感受着上帝的疼。可能伫你生命内底，你有一个无共款的感觉，你领受着上帝，这个听行动带来一寡改变。煞接第三，互咱看见的是一个，这个听的行动，当人回应上帝的听的时阵，会产生什么结果？迄个产生就是一个共鸣的听。当人活出上帝的听的时阵，伊就要带来改变。迄个改变是啥物？五块饼两尾鱼敢有够？啊无是安那会当互遐侪人食甲饱？当然，咱讲耶稣爬落了，互众人食甲饱，但是毛圣经学家安尼讲过迄天，即个囡仔载五块饼两尾鱼，有人讲牧师，约翰福音书遐有写呢，讲叫做大麦饼哦，大麦饼，偌大？讲足大。结果啦，原文的意思讲啊，讲大麦仔做的饼，你为安尼偌大？伊是咧讲伊的质是大麦仔，毋是足大的麦仔饼，是大麦仔做的饼偌大安尼。一个囡仔伊嘛是带伊的大麦仔做的饼，检查来讲啊，无要紧，牧师，还有两尾鱼，可能甲咱石门水库共款，好，迄会当20吃、40吃的。毋过原文嘛，甲咱讲迄叫啊，烟的鱼啊。请问因的鱼仔偌大尾？安尼，咸鱼啊，生的，好配饭，这种的物件送伫遮，散请人伫遮。你可当了解这个囡仔，伊是一个送风的囡仔，伊所有的，是一个艰苦人的厝会当陪伴的，爱先啊早这，因为这是犹太人因的咧。因为因介惊因出去食着无清气的物件。去年年底，阮遐伫卖鲜猪鸡的，总会伫因的门口遐，伊的担遐放一个桶啊，讲因的用的是台糖的，毋是迄啥物新的。为虾米？伊惊食了毋对。犹太人搁较惊食毋对。犹太人食毋对，是因为迄毋是讲迄个物件无好，是因袂当去食着无清气的物件。所以通常因出门，因总会炸因家己的物件。为着万一因嘛较晚转来时通好食，伊去口面买，万一嘛无清气，因个无清气啊，因无清气，个袂当入去教会啊，是安尼，因无清气，个袂当见上帝啊，所以对因来讲，迄个物件食用的物件，因要求较非常的要求，所以这个囡仔伊的五块饼两尾是啥物货？叫做便当，今仔咱讲叫做便当。啊嘛安尼，一个囡仔会炸便当，大人会炸无？大人伊可能嘛会炸，只不过大人想讲，哪有可能这摕出来哪有够食？毋过这个囡仔，伊听到讲，伊上帝无有恶情的事啦，伊摕出来，因为伊单纯，因为伊相信这个事就互咱甲当为止，还搁伫读，甲当为止咱还搁伫听，甲当为止咱搁伫看。落所听姊妹，这是一个分享的听。这是一个共鸣的听。当耶稣爬饼落开始分的时阵，迄个讲，我遮嘛有分你，我遮嘛有甲你分享。就安尼，顶头耶稣继续爬，继续分，下底人嘛讲，我遮嘛有，逐个人搁伫遐分，迄个感动出来啊，迄个共鸣出来。因为安那，因为耶稣伊改变的，毋是改变，敢若改变迄五块饼两尾鱼。耶稣改变的是迄当时大人的心，原本敢若顾家己，原本想讲我甲你食个无够啊，哪有可能？
但是伊看到迄个囡仔，逐个人分享。有说弟姊妹，这是上帝的天，光明出来。当逐个人欢喜分享的时阵，诚做别人的祝福的时阵，就伫迄个中间，迄个听一直杀，一直杀，一直行，一直行。有说弟姊妹，检查你会想讲，牧师，煞毋知这是古早的代志。今仔日是2015年，毋过我要甲恁讲，上帝的故事对过到今，不断总有。2008年有一个查某囡仔，美国查某囡仔，伊还有6岁。这个查某囡仔的名叫凯撒琳。有一天，伊转来，幼稚园转来，伫看电视的时阵，伊看到电视写讲吼，30秒非洲国一个人，一个囡仔会死去，因为安那，伊的网电电了，就着马拉里，马拉里了，个安那，就死去啊，因为因无药通医。伊听到这个消息，暗时转来，甲妈妈食饭食饱，伫看电视的时阵，伊安尼算，1、2、3、4、28、29、30，个加仑顺一下，过来30个加仑顺。妈讲，哎呦，你是安那？是安那？你着寒风哦？是安那？安尼30个加仑顺。妈妈毋讲你到底安那？伊讲妈妈，非洲死一个囡仔，即摆佫一个，伊妈妈讲，你到底看到啥？讲电视甲我讲，伊妈妈电脑去看，哎呦有影。有啥物物件会当改变这个代志？有关网大，一领网大，过会当嘛伫网大内底，网就顶袂着。好，这个囡仔偌天真诶，阵啊啦，一礼拜了后，老师甲敲电话讲，妈妈，恁兜诶凯撒琳这礼拜吼，总无交点心费。伊妈妈讲有啊，我钱总互伊呢。伊转来讲，凯撒琳，你诶点心费若无交，妈妈我总无食点心。你点心费就伫遮，伊讲要创啊，请你甲我买网大。这个囡仔开始安尼，了伊就寄去，迄个网大，迄个组织个写一张卡片来讲，你是所有关网大同细汉一个卡片互伊。伊过转工，甲因弟弟讲来，咱兜玩具总收咧。伊要去学校预备，结果无人要插伊。伊转来了后想讲，人互我一张卡，伊怎家己画卡咯，画咧过转工去，遐物件袂了。了后，佫伫教会圣诞节演戏，然后关，伊敢若想办法想要关钱互遐。到后壁，伊写一张批，比尔盖茨，知影啥物人吼？比尔盖茨，伊讲吼，听讲世界的钱总伫你遐，毋过吼，伫非洲。有囡仔30秒死一个，30秒死一个，你敢会当救因？到后壁比尔盖茨伊捐3万美金，陆续安尼救12万的囡仔。今仔踮伫非洲一个叫做凯撒琳纪念文藏村，规个村就是为着以色列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啥物人做？一个6岁的囡仔，我毋知影5块饼2尾迄个囡仔几岁，但是我知影这个6岁的囡仔，伊做这项代志。第二，牧师头甲咪讲，迄个囡仔啥物名我毋知，但是我要甲恁讲，迄个囡仔的名叫做敬诚教会。老牧师个亲像迄个安德烈来到伫咱的中间，我带一个囡仔来到伫咱的中间，这个囡仔就叫做敬诚教会。敬诚教会是伫1955年拄啊万咱一冬，咱今年50岁，阮今年49。这是阮教会伫91年到2006年了后开始个整理，整理了哇，个遮水哪要卡，那着登起，这叫做拉皮所以因为内底的结构有问题内底有一寡所在袂用值，所以需要做安尼迄落。教会阮是100周年，今年咱教会是150周年，阮是伫100周年时受设立。然后迄当阵，阮的母会大同教会伊阵卖465坪，了后就开始甲教会起好，起好了后讲来，中山路破开70户人过去，阮个70户人个过来遮，到当为止49当，阮袂捌违背阮受车牌的工。伫遐继续做上帝好的工，伫遐继续为着上帝来做见证。这是迄天
献堂的时阵，了后这是阮过年过节嘛，等于差不多250个。啊，但是平常时，阮住的差不多伫160个左右。啊，遐人走去等，头嘛袂少人，因出来才拍拼。但是过年过节就等于到庄脚。啊，这是教会徛迄天。啊，去年8月31号，联合报的报纸讲吼，最有气氛的教会拆了，这是阮圣诞节的时阵，阮迄条街200公尺，当年对2003年开始甲布置，亲像海盐水，真侪人甲圣诞节的时候开始伫遐行。阮的宿舍拄啊好伫门骹，拄啊伫2楼，捌一摆安尼，时常听着，妈妈咱莫转去啊啦，比较有够水的，咱搁毋遮行好无？这是教会过去到当阮。一直到去年，阮拆掉时阵，总是安尼。当年就是邀请，互真侪人伫圣诞节，阮毋是干那圣诞节迄个礼拜，阮是对12月初5点钟开始甲元宵。过年当下你嘛会当伫遐行，内底电火点大大，你会当自由伫遐出入，互你欣赏啥物叫做圣诞节，啥物叫做教会。迄个顶斗，阮嘛捌请人来聊咖啡，甲讲毋免紧，毋免问。啊，阮无甲你负责你趁偌济，啊，你会当趁来做你趁。阮提供水，提供场地，提供椅仔，提供桌仔，互伊安尼做。阮期待会当开放教会，这是阮教会伫过去。当建成教会自从设立到当，阮嘛开设一间教会。阮诚做母会的公营到当，长期来，阮诚做男士的教会，当因嘛出外来遮读册，也是就医，无法度转去，因为海涌嘛无平静，风涌啊风嘛透无好，飞轮机嘛歪飞。啊，阮教会就做因会当占大的客栈，毋是介好，但是会当大，啊因就总住咧遐。啊，伊直甲风嘛顺，影嘛好势，啊因甲转去。阮教会伫过去嘛捌诚做无共教派，因像协同会伫2003年 SARS 的时阵，因无法度，因照病院礼拜，病院嘛毋敢因入去，因嘛毋敢入去。因讲刘牧师敢会当来恁教会？我讲好啊，啊我们是协同会呢，我讲对啊。啊，恁敢有信上帝？伊讲有啦，我讲好，有过当来。了后换恁两堂，因甲人客户有问题，嘛找无所在通礼拜，伊嘛伫讲，我讲好啊来。伊讲阮敢会当去？我讲恁嘛信上帝过当来。讲教会是安尼。然后咱伫东部设立一个东部宣教联盟，阮是大本营。你若要开会、要活动，大概用阮教会做一个主体。阮的教会嘛，诚做真济。咱西部的教会嘛，要去东部，要去绿岛，要去遐旅游的时阵，啊，经费无够，啊，无地大。我讲来，阮遮介简单，椰子床有来，啊，个困咧4楼，啊，困咧3楼，会当无？会当，安尼会当来，啊，个诚做别人会当赞。台东到东部有一个灵修的营地，东部期待会当有安尼的所在来，诚做一个联合住的所在，所以。阮期待，既然阮要去教会，阮期待会当诚做上帝祝福的出口。啊，这是阮要去的礼拜堂，就是安尼，甲着爱来咱遮。嘛，今仔搭一个饭厝，阮个家己拼拼的就好啊。就是因为既然要去教会，阮期待去的教会，就是会当诚做一个祝福，诚做人看到，亲像咱有淡薄仔欣赏，哇，袂歹，以后阮教会要比这较水，对。阮期待会当安尼。为着要安尼，阮的教会，我讲阮是一个囡仔，我意思就是讲，到当为止，阮欠6000万。到今年年底，阮会当到6000万。阮的兄弟姊妹单仓卖菜，嘛毋是形容兄，我会叫舅公啊，伊嘛对东部来到伫桃园，阮教会大部分是单仓卖菜，但是为着要去教会店，阮真帮啊啦。所以，阮出来邀请兄弟姊妹，为着阮大岛，为着阮建堂的需要，为着上帝名，要伫遐做卡达椅，要伫遐诚做正人敬拜的所在，要诚做祝福的源头，请恁为着阮大岛，请恁为着阮奉献。阮教会伫整个的建筑物内底，地下室是要诚做阮的机房，还有一寡交易室放伫遐，1楼要诚做办公室、论家的所在，尽量除了必要，阮入。空，互真济所在会当办艺文的活动，会当办室内音乐会，会当用1楼的空间，会当来谈。2楼是阮主要教室，3楼是副堂，啊，4楼、5楼是阮礼拜堂，就亲像咱安尼，吼有一个阁楼，啊，你诚做阮的礼拜堂。
头拄咱看到6楼顶头遐有一个圆顶，迄要成做阮的纪念馆。通过安尼，将阮的历史，将阮的侪物件放伫迄个所在。教会的总经费差不多1亿3000万。目前阮甲年底甲单差不多5500，甲年底阮应该当到6000，无够的所在，阮用9000万来招总。伫这不足的部分，就是亲像甲咱的教会接纳阮来做募款，分享建堂的意向。然后，阮有义礼品，头拄咱看到顶头遮的物件，总伫咱1楼的所在，会当看到。这是平安的十字架，有耶稣鱼，遮的物件总是阮教会的元素，伫教会顶头你看会到。了后，无够的4000万要安那？阮有一个黄角石运动，可能咱看袂介清楚，但是伫即个顶头，伊讲有拍真济个价，遮有拍800价。一价5万块。阮其他兄弟姊妹，若是会当，你嘛有钱，暂时用袂着，你会当来借阮教会。然后，阮对2020年开始，甲2025年，阮开始行。阮会用，甲咱为着黄角石厝角石奉献的兄弟，阮开始伫遐用签号来拜，然后到你的时阵，阮会甲你通知请你会当互阮你的户头，阮阁将你的钱来归还，因为阮已经定，所以我嘛期待会当带着即个信息来到伫咱中间分享。我嘛期待会当通过安尼分享建堂的意向，嘛互咱众人有份踮伫上帝的家，一项物件邀请，检菜伫你5万块，也是1万、1000、2000、100、200，伫你来看。你的钱就是安尼，毋过当你嘛该用伫教会时阵，迄个1000是去一间教会有份，迄个1万迄间教会我有份伫遐，愿稳定的主祝福咱。当咱感觉讲我安尼算啥？对，检查咱会想讲我安尼会当算啥？但是遮的上帝纪念，上帝拢接纳。最后，当咱伫讲5加2，等于。大过5000的时阵，嘛是要甲咱做呼吁。伫教会中间，我看见咱嘛有真济的邀请。田拢到时昼夜熟悉，啥物人要去做工？检查你的体，我袂当，我含慢。毋过，当你愿意的时阵，上帝要用你。迄个无底顶2尾鱼的囡仔，伊嘛毋知迄天会安尼。阮敬诚教会，我嘛毋知影，对阮即代人，竟然会当有机会来去教会的殿。毋过，当阮接受这个挑战的时阵，阮欢喜用头前来跑走时，阮确信上帝的确要用阮，上帝的确要互阮成做别人的祝福。愿稳定的主来成做咱的夫妻，嘛祝福咱伫逐项所做的工顶头，看见上帝满满的荣光。伫你的服侍顶头，当你愿意的时阵，检采咱拄啊会晓呢，检采咱拄啊开始呢，但是上帝可要用你的欢喜、甘心乐意的奉献。看见上帝稳定甲带领，这个时，咱要阁做伙来吟一首诗歌，来吟活出爱。有一款听对天日来，比山较悬，比海较深。车头望袂着，却看袂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予人用心来听，将心内一番的听活出来。耶稣会听，激励我，分享我的生命。予家己正做别人祝福，耶稣会听，点着我心内听的言话，请咱做伙向世界活出名。有一份听，比山较悬，比海较深。上帝听，咱检采无法度测度，咱摸袂着，但是要对你我咱的所行，看见迄个阳光，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
欢喜、甘愿，上帝接纳这种的疼，上帝接纳这顶好的奉献。愿耶稣激励你，激励我，互咱欢喜将咱的性命甲人来分享，互咱家己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，互你我咱会所行成做别人的祝福。恳求主耶稣点导你我咱疼的火焰，互咱向世界来活出疼。请咱做伙世界来活出疼，同心做伙来祈祷。这声阿爸天父，愿算什么？竟然受你拣选，成做你的囝儿查某囝。愿算什么？竟然会当称呼你阿爸天父。主感谢你，呼召阮会当踮伫这个所在来敬拜。主阮也少年，也阁有济济伫山顶、伫海边，伊愿奉你的名所起造的教会，伫遐有人在敬拜。今仔日，阮也将敬诚教会建堂的欠缺甲异常带来到伫这个中间。主愿你激励阮，互阮欢喜，为着教会，阮来献担保。愿你的名，不管伫倒落，当受高举的时，主你的阳光伫遐凸显，感动阮每一个，奉你的名献上阮的恳求，带来阮的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，阿门。